聽住各位嘅親愛嘅前度，唔係親愛嘅前度同埋同學，我做事唔需要你教我，請見諒啊！哇！你着翻條底褲先。呢啲我一定知啦！屌你老母閪，講真。成個阿敏咁樣嘅梁海。我沒有什麼事啊，可以用下這個。呢度睇得仲撚清，屌你個老母閪，一堆瞓撚晒喺度。喂，呢個仲撚咩？2分幾。